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標誌極光藍眼閘相當快閘啊，黃衫嘅外邊仲有馬鳳凰啊，後多少個馬匹啦，先有呢只呢就好精神啦，快步流星啦，暫時殿後甜下女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啊，前面金風萬里直情啊帶咗出嚟添，內欄第2位燃心星啊，走翻出去外邊啊，標誌極光啊，3匹馬帶嚟咗少少㗎咯，後邊㗎嘛，咁啊內欄有呢隻事事感恩啦，中間枕頭之星啦，後多層仲有快樂之友啊，再喺馬群裏邊追啲就係呢隻好精神。最後200零米啦，外邊數入去，標誌極光，中間橙帽金風萬里，埋邊燃心星，最後100米到，標誌極光已經壓倒咗埋邊嗰隻呢，就金風萬里，燃心星響第3位，好精神進佔第4位，接近終點，終於到打開勝利之門啦！標誌極光啊，跑第2名，金風萬里，燃心星第3，第4名係好精神啊！結果今場賽事都係擺晒喺前面走嗰啲馬呢，就佔有好大嘅優勢啊！標誌極光咁啊，結果呢隻擂台等咁啊都順利打開勝利之門啦。文家亮咁啊翻到嚟日本翻嚟即刻2 win 啊！金風萬里第2，燃心星跑第3，第4名好精神。